後來繼續來看台南新化舉辦一場香薰小淨灘的活動，主辦單位邀請到專業的人員為新化高檔特色的建築調配出專屬的氣味。囡仔當地咧製作擴香蕉，這是新化社會機會中心舉辦的香薰小淨灘的活動。這個活動是希望透過社會科技、甲在地的美學和建築物歷史文化融合，再個用芳美方式做文化保存。日本時代的建築，那每一個建築都有它的韻味存在，也都有它的香味。台南小教官用欣賞的方式，帶領學生熟悉新化在地的特色建築，再個透過製作擴香蕉，和學員會當甲芳味直接扎進去。自己手動去做，然後去了解，每個建築物都有它獨特的一個味道存在。活動邀請老師調專屬的香氣，帶領大人囡仔同齊保存在地獨有的芳味。